收看咱的新闻。韩国41号演习后个月举行，对5天4暝延长到10天9暝，一摆有甲大会场列入去避难演练。教育部公布，明年全国中小学1学期1到23升补课才休寒，过年加上休寒，当中会当休30天。7月2日罢免投票，中选会呼吁登票时阵，一定要用选委会准备的登票工具，袂当用家己囡仔或者是其他物件来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5日新闻，我是嘉豪。看到这届罢免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辜鸿安的这个选举呢，就是在7月2日要来投票。为着要避免这选票变作是无效的，中选会呼吁登票时阵呢，一定要用选委会准备的登票工具，袂当登家己囡仔或者是其他物件摕来登。只要是清楚表示同意或者是无同意，拢算是有效的选票。7月26将举行第一波24位国民党立委以及1位县市首长的罢免投票。不管你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投票时都要注意，避免让自己手中的票成了无效票。盖在那个框框的中间嘛，用它的章嘛。对，那你知道怎样会变成无效吗？那就是相反，乱盖吧。没盖好。哦，我是盖在线上。我盖2个。中选会公告，在罢免难投票的时阵，民众一定要使用选委会准备的登选票的工具。透过范例正常有效票的状况，都是登伫的可选栏内面的。不过，其他包括登伫的同意、无同意罢免栏，也是登伫的可选栏计算的边边啊，或者是共单位登2摆以上，原则上只要会当互人分辨是同意还是无同意，拢会当算是有效的票。另外，无效的票，包括做伙登同意和无同意，完全伫的单位外口，也是无法度分辨是同意还是无同意的情形。另外，未了解过签名、登家己的囡仔，也是指纹，甚至贴破选票，也是严重污染罢免票，拢会互认定是无效票。区公所会固定在选前的一段时间，会请所有的里干事，好到各个定点，譬如说捷运站啦，或者是像我们这边的行天宫门口啊，跟帮大家宣导哈，什么时候投票，然后需要带什么东西。目前为止，我们在借场地，然后在招募工作人员，有一些地方比较不方便参与罢免，所以我们目前正在协商。帮助选务的基层民代嘛讲，罢免投票比一般的选举更较紧张，因为爱做的代志较济，作业的时间变较短。中选会提醒讲，投票迄天禁止伫投票所4颗内30公尺内吵吵闹闹，也是干扰，嘛禁止炸手机啊、含摄影器材入去投票所，嘛袂当甲选票炸出去，无就要面对刑责。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陈英的罢免案，检方查出涉嫌造假，通知这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工去到调查局说明。另外，罢免国民党立委罗明在罢免团体在今仔日报警，进行也传出讲这领銜人受到这误导的恐吓。再去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代表党中央和立法院的国民党团去提告，因是质疑讲这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团体连续拢有灌水，检方说是拢无被侦办。我们心里有太多的受到这种黑道威胁的伤痛跟过程在，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站出来，不想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活在这一个黑暗、黑道统治的恐惧之下。罢免国民党立委罗明在的团体25报警，2035份的地界连署书到新北选委会，不过领銜人吴必伟进行传出和误导恐吓，甚至发表不自杀声明。我们警方的立场一定是严查严办，那对于罢团，我们会加强安全维护。以及这个建立联系的管道，不容许这一些相关的一个恐吓案件的发生。因那前一天，罗明在的新店服务处接获检调调查，查出新店服务处主任等人涉嫌伪造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如的罢免案提起书，和北检约谈。罗明在办公室表示尊重司法，不过呼吁检调应该保持同款的标准来侦办。去告发的人也都不是我，但是我希望真相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检方继续侦办专台罢免
免不实连署案，民进党立委单营的罢免案伫第一阶段出现193条死亡提议人，检调修正了后，二是传唤国民党中央做法规党纲到调查局说明。会不会担心这把火可能接下来会烧到党中央的主发会？今后司法调查，谢谢。办的通通都是国民党，办的都是这个罢立委的案件，所以希望司法要拿出真正的良心来。面对司法的侦办，哪位陈玉珍是代表党中央，也有立法院党团启灵提告，这个真侪罢免哪位的罢免团体连署灌水，不过检调煞无动作。选罢法明明白白规定，第一阶段的提人不能再当做第二阶段的连署人，尤其台北市全部都是90%以上的灌水哈，是不是同一个笔迹呢？检调单位你有没有做相关的调查？死亡链数它必须依照职权告发，请大家去问一下中学会有没有依职权告发。国民党的造假联署、伪造联署，极有可能从过去发动的公投案，乃至于这些罢免案，都是一条龙长久以来的组织文化。那也呼吁检调公正办案，卖商票。若那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强调，那也应该先对不实连署来回实例，强调和证据讲话。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家女子脚球队27到香港准备6月底伫印尼举行的亚洲杯资格赛。本地呢，这7月初6回来到台湾，初7搁要再去到韩国参加这东亚锦标赛决赛。不过女子脚球工会指出讲，中华脚球协会用东亚杯主办单位的机票补助，敢若会当买再起训练机房，但是回来到台湾休困无到5点钟，就要出发去到韩国啊。因为这脚球协会是表示讲，目前有伫咧协调训练机房咯。协会是为选手服务，是毋是拄着卡协的例外？女子卡球职业工会官方网站声明，点名中华卡协目视制度对选手无友善，因为国家女子卡球队踢完伫印尼举行的亚洲杯资格赛，7月初6暗时8点55分到台湾，继日回韩国参加东亚锦标赛决赛。按国协会安排初7早起7点半训练机，实际休困无到5点钟。我们比较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所以大家也会觉得很困扰。这样，协会一开始的说法是，机票要订早班机，是因为东亚杯的大会主办只补助这个额度的费用。工会表示，卡协用东亚杯主办单位机票补助，今年买早班机做理由，和球员感觉真怀疑，因为主办方另外补助，因为因家己增加体育场费或者是搁发稿的时间。体育署表示，知影工会声明，都马上向卡协甲各份中心了解。协会有说明，当时他们一开始是要安排直飞过去，但是球队这边有希望说再回来，考量上面就变成说有回来，但是在时间上面就确实不妥了。最后球员表示，是要为印尼等台湾国出发韩国，体育署认为休困时间成过短，无适合。爱国份中心要求卡协赶紧协调补救，将航班调整到7月7日下晡，调整了机票的钱，各份中心全部支援。我们现在尽量都是让球员在下午3点这班走了，现在旅行社在帮我们调票。如果说有分批，大概就是几位行政人员还是做原来的早上下去，应该没有问题的。没问题，这个事情就善后好。对棒球甲卡球，赵树强兼卡协秘书长高国辉伊强调，会尽量将服务球员的代志做好。体育署今日用提醒各份，每礼拜甲卡协总教练工会代表用线顶会议交换意见，以选手的需求做好相关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公布，明年全国中小学1月2到23日先补课才来休寒，就9天的过年，对1月24放到2月22，过年加上休寒，拢总会当休30天。全国中小学休寒固定21天，115年中小学刑事立草案原定1月2日到2月初10休寒，也毋过2月11到13开学上课，刷落来就是农历过年。因法部分家长认为无容易安排假期，教育部24到22县市教育局处甲相关团体达成共识，2月11到2月13放假，1月2日到23补上课，嘛就是讲1月24到2月22休寒甲过年有30天。全国22个县市从学习上的学生学习考量，还有家庭在许多的这些假期小孩的安排里面最好的一个方式。高教明根据政经内部调查表示，维持原案甲希望假期连续的拢有意见无共款，也毋过大家拢会当接受的是提早公布。
过往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一直到年底，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公布，才来讨论，那其实是不恰当的。1月2日到2、3补上课，而且是第2学期课程。教部表示，会按过去日子协调测商，伫上课日进前完成提供，请学校如期来发放。专高总指出，除了课务，真侪行政作业嘛爱提早营运。比如说代理老师的一个问题，那他可能就要提前来。他的聘期的部分要提前处理，甚至有些是2月1号退休的老师，那后面就不是他的课啊。那你这边来做处理，这些东西有关整个行政事务还有教学事务，不是只有教材这个方面的问题。虽然敢若3天变动，也毋过专教总强调，有经验的行政甲无经验的行政有真大的差别。若是学校拄到行政人员变动，可能后续会产生一寡无必要的困难。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伫咧10年前发生8线电波，迄当时造成15人死亡，超过400人轻重伤。10年过去啊，对这受害者来讲是一世人的痛。不过日子总是爱过。目前32岁黄柏伟呢，规身躯有90%的烧烫伤，脚和手拢互人锯掉。迄个时阵，医生认为讲伊活落去的几率无够10%，不过伊毋若活落来，佫活出充满希望人生。32岁黄柏伟伫10当前因为8线粉尘爆炸案，规身躯90%烧烫伤，伫咧加护病房，医生予伊2条路做选择：第一是脚甲手拢锯断，第二是放弃治疗，离开人世间。当时伊才22岁，想着家己阁有真侪梦想还未完成，决定甲脚甲手拢锯断。就算医生讲伊活落来几率敢若10%，伊嘛是想要甲命运拼一个。爸爸亲口就问我想不想知道自己伤得怎么样。但是他传达给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放弃急救。后来等我情绪比较稳定之后，有告诉我所谓的第2条路就是截肢保命。可是医生当时是讲说，即使我截掉我的四肢，但是存活率只有大概5到10%。黄柏伟讲，伫2015年完成脚甲手锯断的手术了后，经过5年多的复健，过程当中伊真痛苦，也想过要放弃。不过伊无愿意看到爸母为着伊搁再伤心流目屎，决定用正面的心态来面对。当我看到爸爸妈妈越来越老的那个身躯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讨厌自己，就是我为什么还没有恢复的那种感觉。烧伤90%不是伤90%的可怕，是它。组织，因为组织如果都深度坏死，你没有皮肤来重建，因为那种深的伤口自己长是长不起来的。黄柏伟的精神感动真侪人，就连10当前该治疗医生嘛感觉这是奇迹。如今伊电机系毕业，咧做电脑文书相关的工课，有闲的时阵伊就四过去演讲，用家己的力，佮成功靠脚卡爬起哩合欢山的经验，鼓励别人乐观面对人生。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台南南华前站咸水厂下晡有一个20岁姓校的成大大学生，和朋友呢5个人去遐耍水，说是无设立渡水，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啊。今下晡1点多时阵呢，这前站咸水厂有人伫遐渡水，因为地点较压贴，警消人员开点外将他行到现场，查甫大学生互救起来时阵，毋过已经无生命现象。救护人员伫咧现场有甲做 CPR， 靠人工甲这大学生搬去火车接送，才送到病院。急救有关是救无回来，也若这渡水的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昨暗新北市邦桥有一个30多岁火车驾驶伫咧学校附近呢，伊是赛车弄到真侪这轿车甲奥多摆，其中有4个人受伤，有一个是较严重。警方调查这个驾驶伊无驾照，而且伊的电子烟呢有毒品反应，不过伊技术验留，警方也怀疑讲伊是假毒赛车，报请检方来核发强制采验的许可。那昨下伫咧三重埔呢，要骑奥多摆民众技术检出来绕跑去弄到奥多摆，警方也找到海洛因等等的毒品，甲这个人移送法办。这只奥多摆行去互警方抓到，油门吹真响，毋过是撇来撇去，抓去弄到共向的一台奥多摆，害人跋倒，所来伊嘛共款摔落。敢若是违规停车，警方去甲临检，这个骑士煞是心虚，向拒绝临检，准备逃走。原来是因为伊的分数顶有藏毒品。附带搜索从你们身上找到的，没关系啊，不是你的，随便你讲啊。案件发生伫咧新北市三重埔，2时暗时啊，这个涉案的骑士甲伊载的人，拢去互超出有炸毒品，包括海洛因、安非他命、甲依托米酯。警方嘛有甲因验照，李前感受假毒骑车。当场逮捕，依法侦办，
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及危害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目前影响2个车道。救护车赶去现场，把受伤的人救出来送病院。同一天，在新北市邦桥，嘛逼出那场假毒赛车严重的车祸，车祸造成4个人轻重伤，其中1个人有昏去。几个台汽机车伫路口咧等车红灯，雄雄有一台货车为后壁驶过来，不过伊速度一点仔都无放慢，头前几个台车全咧甲弄落，有起司是规个加入去车下底。当然是很可怕，如果说今天是学生放学时间，就会跟那三峡那个事件。我看到的时候都跌倒了，人已经在车底下。现场会当看到车壳的碎片，涂骹嘛真侪火的痕迹。这场车祸发生伫24暗时6点外。伫中庆路甲成都街的路口，这边啊都是国中，是学生上下课的范围。警方调查，这个共弄到30多岁的司机，伊的驾照已经从记点注销，嘛怀疑是假毒赛车。双方当事人均无酒驾情事，肇事原因尚待调查厘清。这个涉案的驾驶拒绝检照，而且互超出有电子烟，烟油内底检出依托米酯阳性的反应。警方已经向检方申请许可，要甲伊强制采检，来厘清敢是有假毒赛车。公司新闻新北报道。伫苗栗高铁站附近，这停车量、停车的需求真大。当地镇公所年初呢有开2大免费的停车场，确实有人乱停车。警方表示讲，这不是车路，所以因无法度来开罚单。那镇公所即摆也讲，未来要设个时会改做收费的停车场。机车后备停，这边有80车身停伫新生障碍者专用停车格内底，边还阁有一体违停，直接将3个附有停车格踢掉咧。这台机车佫较含直接停伫路中，啥物人拢免过。苗栗高铁站附近，这个免费停车场出现停车乱象，汽车驾驶是真无奈。要整齐，像这个放车要整齐啊，没有格子，没有什么。像我要停，本来要停那一格，他车子又停过来，那这样就不好啦，就没办法停。是。苗栗后龙镇公所为疏解高铁站附近停车问题，今年初争取中央3000万经费，在高铁站周围起2个免费停车场。顶礼拜公所才为134个机车格、108个汽车格，不过启用了后乱停状况真多，机车组真肥，现场无管理也无告示，这是乱象的主因。至少等他画完线再开放人家停进来嘛，而不是说。都还没有画线，然后就请人家停进来，对啊。那当然机车部分的话，他当然就随便乱停啊，有空位就停嘛。管区调人分局表示，今年已经针对高铁站周围道路违停罚700件，不过停车场不是道路范围，无法度罚。查该停车场属后龙镇公所管辖，非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所称道路范畴，警方依法无法对该土地内之车辆举发违规。画好线，希望民众能够发挥公德心把汽车停到停车格里面，大家不要造成交通的混乱。后龙镇公所表示，最近会伫现场设告示牌啊，请民众照规定停车，咧向县府申请执照，未来会改做收费停车场，希望应结束停车乱象。记者综合报道。一个查甫人半暝行伫咧人行道，煞互涂骹的电缆线肩绊倒受伤，也防震断出脑震荡，造成意外是桃园市警察局的天罗地网监视器系统由中华电信负责维护。即届发生事故，中华电信强调有甲这线路线走，也协助伤者。警方表示讲会依照合约来追究责任。爱放大搁放大，竟然发现乌线细几啊连搭伫涂骹，道人无注意被夹到。这两边有没有？它是比较醒目的，然后中间完全看不出来有线。周先生安尼一只头前起断去，嘴片、骹手受伤，有脑震荡症候群，意外就发生伫自查透早3点外，外桃园警福宫道路无固定，落地人行道引起事故。灯光比较暗呢，就被绊倒，是人整个飞出去啊，也没有用手挡，整个脸就着地。出代志网络线路是桃园市警局的天罗地网监视器系统由中华电信维护。这摆客人受伤，中华电信回息的用文字回应，原本线路是大地涂骹，不过配合人行道的工程，责任是向明线来施作。也讲伫顶个月铺设完成了，拢固定。来到事故现场，缆线已被暂时撤除，但线路连接的是警局等单位的监视设备，作为路口监控使用。如今部分监视器无法运作，就怕会有治安隐忧。这件
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那市府也完全在横向串联上没有做一个整合，所以导致说完全没有做改善，警察局的这个部分完全没有要负责处理。原来这种状况不是第一摆发生，有议员质疑市府相关局处无善尽督导责任，做好防护警示措施。只不过发生事故也协助伤者求偿。警局刚才表示，后续会照合约纠正。除了可以跟有过失的承包商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之外，如果也属于公共设施的管理或是设置有欠缺的情况，向这个管理机关主张国家赔偿责任。有律师分析，那当事人提过，那中华电信可能砍下刑民事责任，也提起各部求偿。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教育局宣封锁2间国校啊，9月开学开始呢，就要学日本的做法。学生囡仔过车路的时阵，就要举机啊、停车、轿车、奥多摆，爱让过路人先行。将机仔举悬悬，提醒来往车辆有人要过车路，爱停让过路人。高雄凤山中山国小的大门前，因为无设车红灯，虽然学生囡仔上下课拢有志工在指挥，不过若是其他时段，无论囡仔也是附近的民众，要过这个路口，拢爱当规步。有议员建议，会使参考日本的做法，过车路前先举机仔提车。这段期这个就是加强，让人家更看得到你。那因为现在车子一台比一台大啊，很多真的是看不到了。还有小朋友他会变不敢过马路，因为我们发现近期有很多行人在穿越马路发生遗憾的事情，因为机车骑士或汽车驾驶他不专心，然后可能会导致车祸的事件。民众认为有市才会当有改善的机会。教育部初步选定凤山的2间小学来试办，对9月份开始实施。校长讲，因会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让囡仔知影这个机仔的正确使用方式。交通局也强调，学校周边会增加减速的设施甲标示，尤其对今年开始，这些学校附近路口嘛拢小刷恢复车红灯24点钟运作，目的拢是希望提升用路人的过路安全。9月的时候能够来进行示范，那后续啊，我们也会根据评估它的效益哈，然后再做后续是否有一些进行推广。过马路进前的时候，你就先举机仔起来。行过了后，佮把机仔插倒转，安尼嘿，安尼会当互来往的车辆看到你，会当帮助你，会当互人知影讲你要过马路，就会当减速停下来。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高雄1月到3月用路人交通事故拢总造成11人死亡。民众建议伫咧试办的时阵，针对用路人甲骑车赛车的驾驶嘛，拢要加强教育宣导，安尼才会当看到成效。记者柯家族赵雄高雄场报道。汉光41号演习后9月要举行，对5天4暝延长到10天9暝。这摆呢有甲这大会场列入去演练备战。另外，美军派3只航空母舰打击群支援中东，外界也在关注讲，敢会降低美国伫咧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咧。那这美国的海军代理作战部长基尔比强调，美国会当赶紧派打击群前往印太地区。大会场平常时是民众买生活用品的好所在，伫战争的时可能加做避难场所。7月起过的汉光演习也要进行相关的演练。汉光演习下个月就要登场，而这次作为亮点之一的，就是结合了城镇韧性，而拥有大量物资的大型卖场，也就被选为当作这次演练大型避难的场所之一，引发关注。我觉得还可以啊，因为大卖场物资也还算多，但我觉得如果最好的话是有那种地下室的那种，不要是地上的。避难来说的话，若安全的话，还是不行。今年汉光41号演习规模对5天4暝延长到10天9暝，也延续去年无剧本实兵演练。越南政府因应着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情势，也设想久长战的情形。国防部甲内政部合作，要伫大会场演练避难，防业者对灾难发生的时安怎应变，更加清楚。透过军民互相配合，强化社会防卫韧性。基本上它的一个容纳空间够，甚至它能够去储备粮食的空间也够。那更不要忘记这种大型卖场了。它可能会有这一个停车场，或者是它的一些交通的一个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利的。
中华围棋对决局势，国防部伫5发布侦测到中国军机37架次，其中4架次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甲东南空隙，结合中国艦6隻来侵略台湾。因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是掌握中国航艦山东号已经驶向南海，因美军调派3个航艦打击群来支援中东，敢会互美国伫印太地区影响力降低。美国海军第2作战部长基尼比表示，美国海军的优势伫因反应紧、高春秋，会当快速派打击群前往印太。So if the decision is made to change and flex and send a carrier strike group to the Indo-Pacific, we can do that at very short notice, and they're all trained and ready to go. 印太的战略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当然还是在于防止印太地区，当然重点在台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南海或者甚至东海等等，没有任何的战事，还是它最优先的一个战略目标。今年比也警示中国军力一直扩大，解放军今年有395只军舰，2030年会达到435只。国立雄表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的利益。国军也密切监控辽宁号甲山东号双航母飞行的情形。因为这届汉光演习上大的调整，就是向前延伸到无乌地带侵扰，加强戒备。国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共宣布9月初3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会邀请国民党抗日老兵去观礼。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今日强调，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带领之下摕到胜利的，即中共共款用这款统战的手法来分化台湾社会团结。希望民众呢含这退役官兵就爱知影，唔通去互怪去。他可能需要一种展示，但是真正的一个战力。我想并不在于这种展示。面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加罕见警告讲，中国当地大规模扩张军力，将反到台湾的情势。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讲，会持续关注中国军队所有的举动。另外，中国宣布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9月初3会在北京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习近平会亲身主持，佮发表重要讲话。佮要邀请国民党抗日的老兵去现场观礼。郭立雄是真无认同。中华民国所率领的来打赢这一场抗战的胜利，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一贯的用这种统战的伎俩来分化我们社会的团结，这些退役的老兵要警惕。当前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得到这个胜利，郭立雄呼吁退役军人莫受中国的分化和风声起。陆委会嘛严正警告讲，要做国防、外交、国安这机关的政务副首长，也是少将以上的人员，若去参加中国党政军的庆典，也是活动，外体方可能方收回去。不过中国的统战今麦佫出新招。为了进一步便利台湾同胞往来大陆，扩大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决定自2025年7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免收台湾首来族申办台胞证证件费。希望用免收1500块台胞证的办理费用，想唔捌来过中国的台湾民众来。对这陆委会回应讲，台湾人出国旅游的选项和免签的国家真多，免1500块的证件费，会当省到偌济人，恐惊是真有限。而且佫一摆指出讲，最近几年持续发生个人去中国失联、防不当留地攀查，也是技术防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提醒个人莫互中国附带措施影响。去中国进前嘛是爱审慎评估风险，确保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代替含高铁董事长换人做，这两位新董事长今日去到立法院报告。代替董事长郑公远被问到减伊的薪水来救代替，伊表示讲袂委屈。也若外界即期无交通背景的高铁董事长输得，伊是讲未来高铁交新车，民众敢会满意，这是伊的挑战，各界也会当来检视。这场高铁引起保护交通背景者评论。高铁当作主题第一摆去立法院报告，朝野立委拢提出因的愿望。高铁董事长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啊，不能只是一个高级的实习生。你有没有交通专业？有人帮你缓夹？你有没有经营专业啊？现在考验正在开始。我们现任这位施董事长可能比较缺乏，过去可能看起来没有交通相关的这个专业。其实考试的铃声早已响起，答案还不知道，但是考卷已经发下去。它其实是一个公开的 open book 的考试，它的验收期间、交卷时间其实就是在后年20年上路的时间。
即马高铁新买列车自2027年下半年会上线，所提表示会推行高铁1.0专线，包含车站甲列车设施、旅客服务甲收费资讯等方向。新车上线进程会继续检视运营，7月开始也停班。另外，为高铁转代替当做的电工馆也第一摆回应降薪救会。董事长会调到台铁会有委屈吗？没有委屈，还是很乐意的接受这个职务。当然很乐意啊，就是这样。他们讲的很答应说 OK， 一棒接一棒啊，这个一棒接一棒，我相信接棒的都会非常棒，就往前更做得更好。电工馆表示，上任了后主要任务以旅客需求做导向，三大目标是安全准点加便捷。另外，增进员工福利，除了第一线员工津贴，中介主管加级、甲业界拢有明显落差，会继续检讨调整。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根据气象署预测，TD-04热带性低气压会往海南岛去，对台湾影响无大。不过礼拜过后呢，这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有机会发展，无排除变做是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风台。那预估是在周末之后，菲律宾东方海面上可能会有较明显的低气压有发展的机会，不排除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是台风的机会哦。会不会影响台湾？我觉得现在都还言之过早哦，可能要等到这个周末之后，整个扰动的雏形看起来比较明确，那个时候的预报资料才比较有这个参考的价值。专家表示，6月底到7月初，在咧关岛附近可能有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风台出现，不过整体变化也是要继续观察。自是暗时开始，真侪民车社团无张天去互停起来，民众是惊一跳。也那这媒体是证实讲，经过初步调查，社团向停权主要是技术问题，也讲目前正在处理啊。真侪人会利用民车社团找有志也分享成果，不过自是暗时，民车向传出重大灾情，包含有大量被种的猫仔社团，佮有趣味的生活社团，甚至是记录大细项代志的地方社团。真侪民车社团就向互人停用。有网友整理灾情，伫台湾至少50个民车社团伫一暝消失去。晚上8点多快9点的时候，我们的社团被脸书的系统判定说有跟危险组织有相关，然后直接进行了停权。第二个备用社团呢，又被脸书以有成人裸露的理由直接进行了整个社团的删除。当下是有点错愕，就毕竟我们经营了一个12万人大社团，然后也是现在在台湾的 cosplay 圈子里面。算是少数的大家的共同平台。社团管理员带一条自身经营的社团，一声就黑有去，而且佫收到牵连组织危险人物、佮色情内容等等的违规理由。其他互拆掉的社团，佫包含二手商品、手机啊、电动讨论、动画、Pokemon Go， 其中是以 ACG 相关的灾情上严重，甚至伫印尼、加拿大、美国、泰国、越南拢出现这款的情形。真侪人怀疑是 Meta 的 AI 自动审查系统家己判决处刑，或者是有人挑工找到 AI 审查的空隙，历史民测官方的 AI 判断唔对，这两种情形。人工智慧跟人一样，都是透过经验来做学习嘛。那你经验如果是有 bias， 或者是你经验是有错误的，或者是你程式是有 bug 的，你threshold设不对，这其实都是有可能造成误删的。怎么去提供一个可信任、负责任的架构跟平台？会变成几乎全世界的共识。针对这件代志，民测也承认突袭。Meta 发言人表示，因注意到部分 Facebook 社团因为技术的问题出现无正常的情形，已经开始修复。不过，这个出代志也让真侪人对平台的信任出现怀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药署提醒，伫咧外口买的食食药啊、佮医疗材料、化妆品等等，拢有数量限制，而且限定个人使用，袂当卖，违规上当罚300万。伫要休热，未少民众准备出国佚佗，倒来台湾买一寡伴手。不过，卫福部药署提醒，民众伫咧外国买的食品、药品或者是医材、化妆品等等，想要再倒来台湾，有量的限制，而且限定家己使用，袂当摕去卖。亲像食品类、加盟讲啊、规粒的这种保养品，每一种上侪是12罐，拢总袂当超过36罐。一般的食品总重量是伫咧6公斤以内，而且价值伫咧1000块的美金以下，差不多台票3万块以内。若是有转卖情形，上当会当罚300万。古早的时候，大家都叫跑单帮嘛，哈，那确实是有这个专门赚这种
价差的啦。但是现在法规已经很严谨了，就不要再做这种事。他想要卖，那在边境完成查验程序就可以。另外，个人家己食的药品，毋是医生开药单的药品，每一种上侪是12罐，计量袂当超过36罐。若医生开的药单，若无早会当买的是以2个月的量为限制，若有早上侪是6个月的量。若管制药品，就一定爱照医生开的药单，而且上侪敢会当买6个月食的量。不是药商就是不能执行药商的业务，那会违反药事法27条，那原则上会处3万元以上到200万元以上罚款。若个人家己使用的医材，乌克网计量袂当超过60块，保险套袂当超过60个，卫生棉条袂当超过120支。若用一工都爱随弹条单一度数的稳型目镜是60块，医用的喙罨上侪是250块。另外，食药署提醒，营养非洲猪这疫情，民众毋通买或者是早有猪肉的产品转来，若无头一届违规会罚20万，第二届会直接罚100万。提醒民众千万都毋通摕头毛去试火。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中华开化市头一摆开放考生会当去参拜八比观的观世音菩萨，佮会当望佛卡，保庇考的拢会晓写。原本敢会当徛远远看的观音菩萨佛像，即阵会当近距离参拜。7月有大学分科测验，公布尽管国家考试侪重要的考试。彰化市公所特别伫开化市举办考生祈福活动，佮头摆开放考生参拜伫厝尾顶有8米悬的观音菩萨佛像。因为我想要考国考，那我想要就是来摸摸那个佛祖的脚哈，就是可以保佑我可以考试顺利啊。咱彰化市有这个活动，会当起来观音亭遮画观音佛祖。囡仔要考试的人，我感觉讲会当叫因来遮摸佛脚，让厝内底的囡仔会当中状元。市公所表示，开化市建庙已经有300年的时间。即阵8米悬的观音佛祖神像是伫921地动了后，才安伫咧礼佛堂的厝尾顶，是彰化城正重要的象征之一。这边的考生祈福活动，除了团拜、点文昌灯等等，上特别的是开放考生参拜观音菩萨的神像、望佛卡，透过仪式祝福学生考试一切顺遂。拄着考试，要来考试，你要做准备。那么来拜佛祖吼，互咱更较有信心，来考试更较顺利。这个临时抱佛脚吼，这小可无共，那是临时抱佛脚。市公所表示，开化市是佛教结合道教的世俗庙，正殿服侍观音菩萨，后殿服侍文昌帝君、土地公等等。举办祈福活动，除了要加添考生的自信心，嘛希望透过轻松趣味的技巧，增加民众甲信仰文化连结。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人需要防灾箱，宠物同款有需要。这高雄市动保处推出全国头一个宠物防灾箱，希望民众会当重视这宠物的权益，也会当提悬主人的责任感。这一箱里面其实是主要跟医疗有关的。动保处尽管把箱仔拍开，内面有饲料水，嘛有宠物上爱的切托米啊，甲厝内底宠物爱用到的物件拢全好势。万一若是拄到紧急状况，一卡箱仔赶咧就走。最近防灾避难包的议题引起讨论，不过拢是针对人的。高雄市动保处推出这个全国首创的宠物防灾箱，有民众认为对宠物来讲真下用。没有碰到灾难的时候，不会想到说应该要准备什么。如果说他们都已经规划好的话，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方便。像地震的话，然后房子垮了，但是我们跑出去，然后因为我们可以另外找吃，但是宠物的食物不好找。想要准备的时候，你会帮他带哪些东西？大概就罐头、饲料跟水吧。其实宠物防灾箱的物件甲人的差不偌济，除了食食、药啊、衣挂，都是生活用品，甲会当安大情绪的切托米啊。将需要物件放伫咧纸箱仔内底，倒起来会当成做一只椅啊。动保处表示，这个宠物防灾箱算是一个建本，即阵也无对买，主要是要推广这个观念。未来可能就是，如果大家都喜欢这种的话，我们会去跟企业去合作，来这制造一些更多的像这种箱子，真的能够在台湾能够帮助我们犬猫的。动保处表示，虽望宠物防灾箱也买袂到，不过因有做一本宣导手册，教大家爱准备啥物物件，要安怎带宠物做过避难，民众会当参考。记者柯家珠、柯昭勇、高雄场报道。马路顶头有影片，讲这民众骑三轮车骑到跋落去田里。即马这台东县政府要求业者呢，爱提供下安全规范，经过检验的三轮车，也爱向县府登记，登记了后再当做互民众。
地上老仓区建立观光的大轨，真侪游客会坐3轮也是4轮的脚踏车，载亲戚朋友豆豆骑车看风景。但是过去常常发生刹车意外，这个月台东县府正式实施3轮以上营业用慢车登记管理办法，要求业者改善车的结构的安全，办理检车的登记甲保险才当上路。真侪业者拢已经改善含登记，让游客当做安全的3轮以上的慢车来去佚佗。重要的地方就是有安全带。防菌装置，还有我们的后照镜2个，能够符合大众的需求，符合业者的需求，能够让我们整体的慢车纳入管理。官府强调，这界定3轮以上营业用慢车登记管理办法是针对以卡踏为主、电力为辅的慢车。不过，在道路上，要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规范。关警局关山分局表示，在休热旅游的大过期间，会加强处理甲无按照规定登记的车租予游客业者，相关罚3600。倘若有业者违规营运，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有关慢车规定告发。官府统计，关山甲地上有800多架的慢车。关山分局分析，最近2年的刹车意外，大部分拢是人操作无好势，或者是危险驾驶。官府也呼吁业者做好游客时爱加强操作的指导，避免发生意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的金曲奖专题，带大家来看的是陈以恒，伊今年入围最佳台语男性歌手、最佳台语专辑奖。伊的台语专辑就号做《罐头塔》，伊讲有真侪回忆呢，就亲像保留伫咧罐头内面，用音乐来表现青蓝白色朋友变青疏，或者是信念改变种种的不祥。引水人伫台语内底号做领港的，是伫咧港口引带船只平安入港出海的人。音乐创作者陈以恒用引水人来比喻家己生命中重要的人。这首歌收录伫咧伊的台语专辑《罐头塔》内底，以失去做主题。陈以恒讲，每一首歌拢若像松树了后留落来罐头塔，保留真侪人生无同阶段的重要记忆。可能是你伊离开，还是讲恁无遐好啊，还是讲你正你就相信的价值就改变了啊。但是讲来讲去，其实应该拢在写爱这个物件，所以讲罐头塔应该是你对伊的爱。罐头塔是陈以恒的头一张台语专辑。伊讲虽然厝内时代拢是讲台语，不过对伊总是用华语。有一天要和阿嬷学煮食，煞无法度顺利用台语互动，互伊开始甲台语豆豆讲转来，嘛开始思考台语和台湾政治社会的处境。这对我来讲是重要的代志。我感觉大家去关心家己生活的土地，也是你身边的人，也是议题，拢是最重要的。陈以恒表示，家己的台语音乐可能侪惯势听台语歌的人会感觉奇怪，袂惯势。不过伊期待有一天，各种风格的台语创作拢通互人看作是素常的代志，就是一项期待的未来。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台中小金美歌剧团今年创团60年啊！这个拜六呢，要伫咧台中中山堂演出《好奇相传奇书》。这出戏是旧年团结中心入选的大家出，有影精彩。团主林美秋也伫咧台中教歌戏20多年，学生真多。这届60周年公演也找学生和老师做伙搬戏，庆祝小金鸡60周年。甲传统的古册戏搬到室内剧场，所有站头、布景、灯光、唱念、连脚步、手路也拢爱设计过。这出《好奇相传奇书》是小金鸡歌剧团2024年入选团艺中心的大家出。为了要庆祝小金鸡歌剧团60周年，这出经典的作品6月2日伫台中中山堂，要搁再重现经典的古册戏。伫歌戏咧，三国戏是感觉起来就是大艋大架，5艋5架，像是真传统的物件。但是这出戏是比较属于是比较有个家庭戏友好的一个戏站。父母正版交予我，到今已经有60年了。我希望就将小金鸡带入剧场，继续传承落去。
为了要让小金鸡歌剧团60周年的大戏更较有意义，这回甲老师甲各学生拢找回来做伙演出。林美淑团长伫中部地区传承歌戏教学有20多年，真侪学生拢是自细汉就学歌戏，教导有关尽心力伫咧传承文化。这回要找在地高中合作，希望甲实际演出的训练，让学生上直接的呈现。我为国小和美淑老师学歌戏。 这摆60周年，转来斗做，有一种转后头厝的感觉。后来我去台北学音乐，这个我是担任舞兵领导的部分。以前看歌戏的时阵，就是感觉会足厉害的。今仔日来到这，我感觉学着真侪安尼。 这摆小金鸡歌剧团要举办4场校园和社区的歌戏讲座，希望将小金鸡累积一架子的歌戏底子，透过讲座回馈社会，让民众更加了解歌戏文化，做伙来支持。记者陈家豪台中报道。台南大学有教授利用 AI 模型收集21万笔台语和英语的资料，训练机器人会当讲台语，或者是用英语来开讲。咱做伙来看卖。 因为机器人会晓讲台语比动作，即阵眼睛两台机器人会晓互相对话。只要人先开一个主题，机器人就会自动接落开讲，无论是用台语也是英语，拢无问题。这是由台南大学李建兴教授团队参国防中心合作研发。去年伫林地国小推广，训练学生讲母语效果真好。即阵因阁收集日本的资料库，嘛通会当讲台语、学日语。对去年开始到今，收集21万笔台语甲英语的资料。德光中学也是仁德国中。 去收集咱的资料，阮会甲这资料做清洗，安尼交互阮老师底下的知识中心来去做迄个微调模型。阮上课的时阵咧做练习，一部分是讲下课的时阵会当交阿公阿嬷做互动，所以真受囡仔欢迎。AI 训练常常爱连网络，若伫学校推广会有困难。早期一个模型就需要32G 显示卡才走会行，负担真大。这回因让10个月改良，总算研发出免网络得当使用的版本，要打造咱台湾本土语的 AI 主权。教授讲，这个模型已经完成国中小顶学期的台语教材训练，未来会继续强化资料库的内容。咱更大的进展就是单机版，咱较早拢爱网络，咱即马第一届甲咱的系统，咱的 AI 模型拢放伫单一主机，咱希望后办咱的手机啊、咱的平板，咱家己的个人电脑，都拢会使来用这套系统。安尼咱要落地，咱会使甲这个系统来推广咱台湾的。 大概管期。母语保存的工作袂当拖。李建兴教授强调，收集资料库唔仅伫台湾，嘛通收集到各国人讲台语，透过系统来训练强化语音辨识度。伫本土嘛收集各地头讲台语的腔口。团队7、8月去法国、加拿大做推广，因毋望透过科技的力量，让本土语通早日国际化。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进前下令秘密空袭伊朗的核储设施，讲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不过媒体引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讲这美军的轰炸行动对伊朗核设施的破坏是真有限。所以川嘛讲这就是假新闻。另外，美国民主党的议员呢，这支川的轰炸行动是违反战争权利法，要求就要查清楚。 美国前一天暗时秘密空袭伊朗的核设施了后，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佮表示成功毁掉伊朗的关键浓缩铀设施。严格美国媒体CNN所引用7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讲美军的轰炸行动并无完全毁掉伊朗核设施的关键部分，离心机加高浓缩铀。 纽约时报甚至是报道，美军的行动有可能只是延迟伊朗发展核计划无够6个月的时间。对此，川普去不来的社群平台支持社群发文批评这是假新闻，讲是 CNN 甲纽约时报联手，想要诋毁历史上上成功的军事行动。对媒体质疑空袭伊朗是不是想要逼伊朗政府落台时阵，川普否认。They hit the target perfectly, wiped it out. And the press is very disrespectful. Do you want to see regime change in Iran? No. If there was, there was. But no, I don't want it. I'd like to see everything calm dow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Regime change takes chaos. 消息人士讲，这份报告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伫美国空袭了后的战斗损失评估。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并无互毁掉，而且伫美国空袭进前已经为核设施搬走。针对川普下令轰炸行动，美国副总统范斯支持川普的决定，认为这避免国际增加另外一场真长时间的战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沙尔认为，这降低伊朗研发核武的能力。也不过，美国民主党籍议员认为。
抗议行动无经过国会授权同意，是违反战争权利法。 Congress has not formally declared war on another country since World War II. However, shortly after the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s, Congress did approve the authorization of military force, allowing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he ability to launch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战争权利法是美国在介入越战了后，在1973年11月公布的法律，用国会力量来约束美国的总统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利。内容规定，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前，必须通知国会，在国会同意授权之下，总统才会当发起军事行动。民主党的议员批评北京延后对国会的伊朗行动极为干部，质疑这个行动是美国可能在支持以色列对抗伊朗面顶扮演一定的角色，要求了解行动的细节和真相。 也毋过，众议院院长强生认为，战争权利法违反美国宪法第2条，副总统的权利。另外，在民意方面，路透伊普所上线的民调显示，川普支持率在最近真济民调内底大大降低到41%。那是 CNN 委托独立机构 SSRS 作为上新民调显示，有56%的美国民众不满抗击伊朗行动，大部分的人拢怀疑川普对伊朗动武的决策。有大约60%的人烦恼，这会增加伊朗对美国的威胁。公司新闻台是唐朋友。 美国电商平台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这礼拜要结婚，这婚礼本地是要办在意大利威尼斯，不过当地民众早就不满观光客伤过济，所以因无法度接受一大群好野人来到这个所在要办 party， 就被婚礼也换所在办。 那阵你有才调，甲规个威尼斯做落来办婚礼，安尼你应该有能力拿搁较济税。陆续和平人士做开铁开这张大票据，抗议好野人，亲像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虽然有真济财产，却常常透过各种方式闪税金，也是纳真少。即马煞搁会当真拍手，甲威尼斯用来举办私人的奢华婚礼。 The problem is not the wedding. The problem is the system. We think that one big billionaire can't rent a city for his pleasure. We think that the people would have the same power, the same direct. So we think that all of us have the same space. 这场婚礼按上开9亿个台票，要邀请大约200位人客，其中包含美国总统川普的查囝、伊凡卡甲囝婿寇希纳，阁有真侪来自电影界、时尚界甲商界的名人。法新社报道，贝佐斯甲未婚妻宋基斯开数百万美金，对2到28伫威尼斯举办婚宴。至到至少有95架的私人飞轮机申请伫威尼斯马可波罗机场降落，在地居民直直受到威尼斯贵岛旅游带来的困扰。这个又过来。 真侪名人甲因的亲人，佮有一大阵的保镖，真正会袂堪的。不过，也有人认为好野人来到这会当带来商机。饭店组船体验贡多拉等产业，会当有大约4800万欧元的经济效益。威尼斯的市长对贝佐斯一年来访是真欢迎。 E quei venti che mettono a coro è chiaro che speculano sulla sua immagine, però Venezia ancora una volta si rivela essere un palcoscenico mondiale. 抗议团体发起无空间予贝佐斯的活动，抢讲要封锁运河，甚至要用官方的国旗封盖人客入场。最后，贝佐斯决定甲婚宴的地点改去4边拢是水，出入会当控制也成立电影空间。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 南美洲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地球上上大雪所在，真国人叫做是快流行的蒙阿波，但伊有超过6万栋欧洲、亚洲和美国的二手，甚至是卖无出去服装，走去北部的伊兹克自由贸易区卖袂出去的，就偏来到沙漠，或者是来甲伊烧掉，对自然景观、环境和民众的健康造成真大伤害。 Many bales of jeans have arrived. Now they're all dirty. We can't reuse them. This is a Lee brand jean. This is Gap. It's a brand we really like here. 每年有超过6万栋欧洲、亚洲加美国的二手甲无卖出去的衫，经由南美洲上大的免税港伊兹克港，然后就智利北部的伊兹克自由贸易区，将仓库拆甲满，这衫会被送到全国各地市场，用2欧元甚至更较低价销卖出去。卖出去就被运到阿塔卡马沙漠，这代表上大雪的所在，即嘛正做快时尚的毛阿波，外太空翕的卫星影像，拢能清楚看
看到这真歹看的粪扫堆，更较害是因即马各用原地烧的处理方式，互有毒气体对风飘散，互四周的居民是真艰苦。When there's a bit of smoke coming in, I close the window. It's filled with a smell and it gets to my eyes. It hurts me a lot and I've got eye problems. The smoke is ruining my eyesight. 这沙地快速制造取代淘汰片条之外，申请出所有的快时尚灾难本数，用后面做地，敢若无到5派纺织品被回收，其他就是被当作废弃物出口。澳洲环境总署资料指出，2021年后面全境有700万吨的纺织废弃物，算起来每一个人有19公斤这么多。纺织业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10%。唯独是永续的目标，后面为2019年提出的绿色新政，也要伫2030年全面实施所有产品护照制度，要求所有伫澳洲卖产品爱附为原料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资讯。也阁有法国也针对快时尚推出禁止广告推广的法案。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